我来看泰国发生野生的枪走入去人的干妈店内底偷食四手啊！虽然这影片伫咧网络顶看到是哪像不哩啊趣味，不过这嘛显示野生的枪因为因栖地减少的关系，才会走入去人类的社区来找食的。即嘛毋但是生态甲环境相关的议题，嘛各一届受到关注。 伫咧泰国中部考爱大山国家公园附近，这只25岁野生大象冰乐撞入去附近的一间杂货店。เอาเลยจะถอยออกแล้ว。一入去了，无咧客气，架顶的物件拢摕来食，甜米饼、金蕉干，一个三明治，食甲真欢喜，赶袂走。 ถ้าไม่ต้องตีตูดมันข้างหลังอ่ะอย่าพึ่งเดี๋ยวมันออกมาเบี้ยง 冰乐伫咧内面推10分钟了才离开，杂货店的损失差不多1000泰铢，换算台票900块。冰乐这种情形毋是第一遍，之前也捌走入去一间卖卖的摊，不过这边是走入去店面内面，而且还佫拣一寡甜的物件，亲像是鸡卵这款高能白的食物，毋是一般野象较爱食的咸的，这种行为真罕见。冰乐走入去白食白啉的影片抢红，伫社群媒体有几落百人点看，这种行为是像的土地受到人类开发土地侵占所造成的。专家认为，冰乐这种异常的行为值得研究。不过，人类未来可能爱提供较优先的科管的措施，避免进一步的人甲象的冲突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